有关这个新冠病毒，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上新的报告，讲伫中国养殖的猪仔只发现另外一种急性腹泻症候群的冠状病毒，会造成猪仔只吐骨老。讲无排除未来有看不症传染的可能性。另外，日本的研究人员上届新的发现，讲这个流行感冒的病毒，只会当伫人类的皮肤停留大约7.8点钟，但是新冠病毒咧，通啊活到9点钟遮尔啊久哦。这个研究嘛再一次甲大家讲，较食仔洗手咧真重要。恐怖的新型冠状病毒继续咧危害全世界，因为人类甲病毒的对抗也未停止。因为伫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有一份最新的报告讲，伫中国市的猪内面又搁发现另外一种猪急性脑疝症候群冠状病毒，会造成猪仔会老骨兼会吐，未来毋但可能造成进一步猪只疫情，阁有机会看不症喂互人。国内医生嘛认为讲，只要会去喂到饲人类动物的，都有可能去喂到人，所以讲爱注意。你第一件会做的事情就是去收集所有养猪的人的从业工作人员抽血，看看他们有没有抗体。那如果已经发现，其实已经不少人有抗体了，那就代表这个病毒有传染的能力。那你就要针对这个病毒好好去研究它。医生嘛强调讲，和养殖业者有正确的医疗观念，嘛是防疫重要一环。另外，针对新冠状病毒，日本研究人员发现讲，比较上造成流行性感冒的病毒，敢若会使伫人类皮肤停留差不多2点钟。冠状病毒会使伫人类皮肤顶保持活性9点钟。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啦，不过基本上还是跟你强调洗手的重要性。看这个办事，较接洗手的才是预防病毒的重要关键。洗手的时都要洗好彻底。